据目前的 X 光片，照呀 X 光片来看，您压到的那个地方有骨折，本差的脊度给大背骨头有团体，这个需要开刀，也怕要开刀哦，请问医师，请问先生，如果是打石膏呢？打石膏时呢？相较于单纯打石膏，开刀会让您复原的比较快。同单枪打石膏来比，开刀会较急风险。后续我们将会诊骨科，再为您做进一步解释。接下来我哋會請骨科先生來會診，將同做進一步解釋。您最後一次進食是幾點鐘？那叫是東西都呀哈。今天早上8點鐘，早上8點。哦，我們建議是空腹再開刀。我哋係建議愛空心肚將來開刀。要請您從現在開始不要吃東西，這樣對牙下開始就唔好食東西。接下來我們要再做一些開刀前的基本檢查。接下來我哋還要做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多久呢？請問開刀前要空心肚幾久呢？至少要8個小時，上少要8點鐘。所以還要8個小時才可以開刀嗎？姑嫂還要等到8點鐘，這樣做得開刀係嗎？是的，除了非常緊急情況，除了當緊急的情況，一般我們會建議空腹後開刀。我哋一般會建議空心肚再開刀。因為有些患者在麻醉過程中會嘔吐，因此有的病人喺麻醉過程中會噴，這些會增加風險，哦，了解。那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的幾率有多高呢？了解。個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的可能性有幾高的呢？了解。個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的可能性有幾高的呢？如果手術過程順利，手術的過程係順利，身體的功能可以恢復到很好，身體的功能做得恢復到當好，尤其是像您這樣的年輕人，尤其係像安陽的後生人，我們後續會請骨科醫師一起會診。我哋後續會請骨科先生來向下會診。需要住院幾天呢？要入院幾多日呢？以您的這種情況，通常需要住院時間是3到5天。這種情況，一般要入院3日到5日。不過，我要跟您說的是，不過我要同講嘅係，醫生不過指路人，養病全靠自用心哦。醫生請係指路人，養病全靠自用心哦。謝謝醫師。先生按自 C。您好，我先幫您抽血檢查。好，我先讓出血檢查。還要做太公沙哦。好。我再幫您消毒，會有點痛。我再讓手套，會有一系列痛哦。好了，
如果还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再询问医生。好嘞，那还有乜嘅問題，就得再問醫生。好嘞，那還有乜嘅問題，就得再問醫生。這是辦理住院手續單，也係辦入院嘅手續單，謝謝你，我現在就去辦理住院。按字說，我要下出去辦入院。按字說，我要下出去辦入院。等你們完成住院手續，樓上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們。等到辦好入院手續，樓上嘅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。等到辦好入院手續，樓上嘅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，就能帶您上去病房稍作休息。稍等上去病房歇困一下。好，謝謝你們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安子 C。